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范视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讲到苗条条，其实大部分人都係睇天阳、无路天师底部看到，因为苗条条係夜行性动物啦，哈，伊係按表时间弄出来落实，告诉一般人都看唔到。但是其实苗条条係睇我哋台湾的各地都看得到，唔單止係睇我哋城南地部，無論到我哋的海邊，無論睇人歸少地方，無論其實睇我哋的人歸到嘅都市鎮的地部。其實都看得到苗條條，但是充滿嘅我哋看唔到咯。但係我哋會同講，我哋今日要想到內邊有一啲名很多苗條條太人，同時嘛係一啲很多苗條條線上嘅育種嚟現場。而家同我哋講，而家用嚟佢苗條條有一啲關係，同時而家講我哋用嚟切苗條條，我哋馬上發現育種嚟到現場育種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灣馬5歲嘅劉育種。育種，其實我的認識過久啦哈，但是我一直點係巡山員。咁人家嘅工作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紹介下好唔好？我而家協副嘅單位很多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潮州工作站，潮州工作站，所有管理範圍係睇幾個屏東鄉嘅呀，全部中央山脈呀也部分，個小島嘅小琉球一部分，係。可是啲範圍幾大呢？可是聽你講，其實我哋從頭對我哋呢巡山員，都見有啲新嘅名嘅嚇，按到森林護管員，係森林護管員，嚇都森林嘅政府管理員嚟啦，嚇以前嘅巡山員嘛嚇。冇錯。但從我哋講森林護管員嚟講嘅話，其實我哋對呢個工作實在感覺到歸陌生啦，哈！但是常常會談到，因為怎麼樣？又有誰在山上怎麼樣？然後我們又去巡山員去把他再救下來。常常談到那些新聞。你不同的觀眾朋友，他要了解一下講，森林護管員而家工作嘅內容大部分係哪樣？而家工作嘅內容哈非常多哦，包括森林的維護，管理部分，甚至治山防洪，森林救護。也包括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的時節，也算颱風季節，還有宣導，還有一個教育，還有一個保育的工作，係。但是你的那範圍又按你的那人數差唔多多人，人家編制多人。我喺屏東鄉按你差唔多人60人嘅人。60人嘅人，但是你頭講嘅地方幾乎包山包海的，對嘛？屏東縣的中央山脈嘛，哈，因為有小琉球嘛，都包山更快包海啦。那60萬人，咁你平常係用嚟去你的那工作嘅用啊？譬如講你係兩個人一堆，還是講一棟一堆上去山峰，然後差唔多工作時間一度咯？過去係2-3萬人會強下巡視，現在有10個人啦，差唔多一個人的方式去巡。一個月負責差唔多1-2千公頃，多嘅時間像小規劃，也偏嘅話會到7-8千公頃。一地波嘅那範圍地波所有嘅大細事情，臨時多嘅事情，全部我應付。可是2-3萬人啊，哈，強稱啊，哈，我可以想得到，因為怎麼有時會讀到，譬如講一啲人可能係硬體，另外一啲人一喊。咁變成一點人的時間，你讀到應變的事情，冇那個讀到有人救護的事情，能用一很難咯。冇錯，也都係真是時常有一個保持一個國土嘅維安危機意識哈。像我去講，我都曾經喺3度嘅，5000天冇唔同，但是已經劈斷2支數件，安尼情形，也都係工作上。部分多嘅時間唔係要應付，或者說用毛巾包頓嘅，嘛要下山求救啊，甚至救護車老百姓冇講冇聽到啊，救護車來嘅，救護車冇請冇人啊，因為每日都給老百姓有人向救護車講冇啊，但是3度會發生嘅啊，我說慢慢的求救下來。嗰時等於你講，更加變成一啲人要去老安泰嘅一啲面積的時間，其實我讀到嘅事情嘛幾多，而且同時變成這個，因為以前嘛有我講2個人有啲噪音啦，2-3個人有啲噪音，但是你變成一啲人嘅時候，其實影響都加幾多。係啊，嗰時候
平常时同老百姓保持一个亲好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尤其是有事情也是感觉有冇听错的时间，我请其他附近的同事，注意那5,000天哦，注意唔每每一度点下了，注意提連啱咪話要趕緊下來冇，係啊，冇法大家情況人最慢的 visa 睇耐，冇得講係咪可以附近的，係咧附近的人可以同佢聽數一起嘛？有樣。嗰種人一般很樣啊，你喺名義上下還是講英語係2-3日安尼算一趟嘅咯？基本上係名義一家有一家行程，一陣間講。有特別任務的時間，可能一禮拜至少會有2個人向他上山，係冇路多的時間會到7-8的，喺陣間也任務個簡單一些，也算冇安逸，都可能一個人啦，喺陣間有其他個多項目嘅時間，可能會1,000個人向他去一台車安尼。咁你上班嘅時間係即個係等於講，即個唔可能講像我哋週休2日嘛。同埋一定有時一定會禮拜6、禮拜日啦。咁你幾時很樣排版？一張嘢係即個排版，還是講用任務來排版咯？自家去排。第一個吼，有段時間我去做山老處哦，唔可以冇可能實際講，根本上去，我根本固定上去，人家嘛比唔講禮拜1係固定休禮拜2，你都前後做一道快事嘅呀，係啊。嗰時候我個激動，個活潑，自家去調配自家時間。係，因為頭先講山老厝啊，你想到因為其實也站喺頭先我講山老厝個猖獗嘛，吼，幫佢哋那個神木啊，我嘛個地呢一些菜一直運下來吼。但是我哋嘛提講，其實山老厝也這個有時間嘛，我有武器啊，吼。咁像你面對山老厝嘅時間，你應該講你有讀過山老厝？有啊。有讀到嗰種規模險嘅事情？嘛係有拿頓槍抵擋我哋嘅事情啦，係啊，我哋算行政執法，嗰種我哋冇武器，係，但是問題係以前上海都唔能發出罪加一等咪嚇？係啊，但是其實嘛唔係安尼啦，因為我哋我先生多人，先生講，好話嚟講，好話，大哥，慢一下，向下嚟講嘛。事情的參考，按你一定個唔會有按太按你爆衝一下怒氣上來，同有正面衝突。對人來講，伊就嘛希望講反正不會發現人，伊可以安全退下，如何誒？嗰時候其實伊嘛唔係為到傷人，伊是為到講，比如伊即個可以有一啲空間，一啲時間，唔幫佢退下，按你啲條件，你啲談判啦。但是當時幾嚴重吧？市場吼。貴安部的腎上腺素大量分泌吼，亢奮吼，看到人的時間，有的時候個情緒上來的時間哈，有的時間會難以控制。不過至少當方的個指令，希望我哋用安全、用智慧來提供互動啊，唔好一下硬定的呀。係啦，剛才是路冇去硬碰硬啦，因為其實真是路。真係睇下你都用安全體驗，嚇睇下你來好好講一下。咁像唔通你當初為什麼做人哋巡山員的工作？其實我對人的飼養呢人的管理嚇，也飼養我非常有興趣。包括也樹的啊，也算也到細蟲的沙狗啊，也到鳥的啊，嚇各有興趣。我咪希望講利用也保護下來以後。分享俾我哋老百姓，必定去來了解，也太自然，也身體上創造嘅也都資源很豐富，我哋係咪向下來保護，又可以提供我哋水源，又有完整嘅也水土保持，對我哋老百姓有清楚嘅一個幫助，甚至通過多時間，每天新人呢唔是在睇課本上看到一個動物。實際我哋都可以睇，唔是動物園，那動物園的動物全部曲斷的，就太自然的咯，哇，冇強樣哦，個色神哦，嗰種快樂嘅氣氛吼，冇強樣哦。其實人發展到更加吼，人會記唔得起我哋係太自然的一部分。唔一樣，係啊，我哋其實唔係太自然的主人啦，應該嚟講啦，係我哋用嘅都係太自然的一部分，因為其實用去。
本来等开始对我哋嘅资源，尤其喺台湾来讲啊，因为台湾咧，跟我哋讲生物多样性其实係全世界有名。有名啊，有名啊。可是我哋一样我去保护我哋台湾咧，伊啲生物嘅多样性，同時嘛喺地講，其實我哋同台灣嘅所有生物其實都係強伊啲。冇錯。平等嘅 TV，咁像我地講，其實你即個睇肯定同我哋玉山國家公園都待過嘛，其實那個是肯定啊。我民國76年到78年，還有81年到84年，還有在187年到94年，三76年嗰時嘅墾丁國家公園唔前成立成立啊。其實還算能挖空來啦，但是目前有真實的規劃嘛，吼。嘿，冇按成熟，冇按有制度化，冇按全備啊。嗰時幾時嘅講，幾時嘅肯定國家公園還算幾年事哦。幾年事以外，嗰度嗰邊嘅遊客嗰種遊企嘅行為，或者去協力車啊，佢有個肯定解，有個話係愛眼皮咧，係啊。我嘛，希望講睇下這個有對一個土地有一個前景可以來貢獻我哋呢學習啊，係冇來發展我哋未來我哋人生嗰場地步一個責任。可是我看到嘅唔單止海，嘛看到呀高位珊瑚礁，甚至熱帶季風林一度幾豐富嘅生態，我都對開始對一度大自然幾有一個興趣嘅，甚至按不頭會貼配去前，比如講蛤蟆拉怪啦，甚至山豬啊，慢慢嘅嘅興趣越嚟越廣，對植物，嘛咁因為按樣都描述植物的，尤其是恆春半島冬天嘅，老百姓一定用一啲藥草，都產生我哋呢個太興趣，因此我哋都開始去問一啲蘿蔔。一度北美一度，記錄好起來，一直因為講唔單止要了解平地個低海拔嘅部分，一直要了解台灣嘅高山，來進一步認識上天用嚟創造一個台灣嘅一安豐富嘅環境。可是其實對頭頭我哋玉總嘅分享地方，唔單止我發現到講，其實台灣我哋多過細。但是我哋生物的多樣性其實係全世界有名嘅，同時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去肯定，唔係啷去講啷解，其實肯定有幾多我哋上唔到地方。其實下我對下我哋話有個精彩嘅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萬萬嘅劉玉總團能夠以咁樣嘅變成10年嘅保護管理人嘅一個過程。我想請問一下，因為我哋節目一開始有講到講，佢有一啲按到苗條條達人，還有苗條條欣賞嘅一個過程。但是我哋其實平常嘅摩托我看到苗條條啦，因為看到苗條條都係哈利波特啦，或者看到幾多拍攝嘅苗條條，但是書本啊，冇到天樣地方看到。你有冇同我哋觀眾朋友先紹介下講，對台灣來講嘅話，台灣有一多種嘅苗條條啊？台灣係一個森林幾豐富嘅環境所以而家目前有12種也苗條條，全部苗條條基本上係按部頭出來，所以要花時間去研究也生物也物種嘅話，必須要下班以後喺我上工班呀，安尼環境許多人冇辦法去嗰種安尼森林地步，我啱咪去安尼潛。但是我想問一下講，因為我哋常常我講，係唔係講苗條條一天喺個深山地方能有喏？冇樣。睇我哋一般嘅綠卡夫群仲會有，只要唔會有牆嘅樹，係冇有黑膠，有安尼骨小骨種啊，係冇邊樣夫群公園安尼環境，甚至有個大面積嘅綠帶。咁嘅環境都會有嘅。嗰時我哋講，像我哋嘅綠樣嘅高雄市嘅話，按到人口嘅地方，嘛會有苗條條嘛？連高雄火車站
旅游哦，因为真的高雄火车站隔壁係高雄中學，高雄中學有800年的歷史，而家數千個，一個你可以變成一個跳島樣的，跳島樣的，你可以對壽山這邊的碼頭條經過一個高雄市綠帶公園，你可以經過火車站，應該咧。佢等於講碼頭條嘛會講聽人都市嘅叫做反映地方，嘛會潛一啲，伊可以喺嘅地方。咁啊，天然問題嚟講，佢像比如講像都市嘅碼頭條法，也是乜嘅？白沙啦、黃漆啦，仲係一定嘅色。黃漆哦，黃漆，你看得到哦？尤其是迄譬如講天仙厝嘅東方，有時講火即話迄個天火隔壁嘅一個蟲嘅白沙嘅，每個睇了每個那個準橋神嘅排水橋巷，仲會有一條啊。有。尤其是碼頭就有一甲啊，有乜筆啊。可是其實喺都市地帶哈，一啲東西還是可以落實啦哈。可是我們前面都可以試啲東西。咁頭先講我哋有12種嘛哈，我哋係咪同人講種朋友，還有紹介下12種係哪種情形咯？台灣哈有12種但是基本上哈，我哋平地個容易看到一個物種哈，係差唔多有4-5種啦，4-5種啦。伊也平地最容易看到係很多菱角鴞，菱角鴞係，如更加係一種。平地嗰種看到一種，也物種吼喺台灣1400公尺以下嘅環境，公園、學校。一度綠廊，像一壽山一片都歸雲天，叫做我哋1400公尺以下嘅地方，都可以到菱角鴞。有樣，不是伊也不是啲東西，像頭先講嘅白沙啦、黃漆啦，當然攞出嘅係最重要嘅啦。但是一般攞出嘅，伊係冇會直接，伊話係以黃漆、也白沙為主或者其他調嘅。其他調嘅，不是一隻是咧調嘅。冇錯，像一度搶絲嘅啊，綠繡眼啊，搶絲綠繡眼。迄個羅比的啊，也仲會識係。一般吼，只要有樹那地方，都係伊啊主要環境。迄陣間講啊，等6對一個屏東平原地帶，一個有一個檳榔樹啊，香蕉園啊，安尼環境也樹也之好。因為也是一個，伊有瓦拍，佢跟葉嘅方，因為佢嘅生卵，也樹個冇按到干擾啊，一路一直問題，我說也菱角鴞係最問題呢，但是一般啊，對一個菱角鴞又最陌生，因為我講啊，他個人幾乎都看唔得到，看到誒，喺我聽到聲音，要講伊係乜呀？魔鬼巫婆啦，묘神咧，魔神。做乜個我按呢？迄兩個人記得講，伊這個人啊，伊除咗伊迄個不得出響應我喲，話係有伊自家佢喜歡的一種特別的聲音去溝通，除咗伊也注意聲音，一種聲音以外，唔係啲個注意聽嘅是。唔像突然間講冇注意到，有在上，唔單止安尼哦，馬尾話我發出，也都決定講嘅啦，也都有聲音咩？唔單止安尼話我發出。也一般人會講也係3個，但是一路啲也3種，其中也13種地帶嘅聲音，地帶3種哦。如已經同一般人佢都遐想，佢都會想，哎呦，係咪有描述呢啊？係咪有乜故意出現啊？怎麼會發出咁嘅聲音咯？我說伊雖然喺我哋平地最問題呢哦。
当然是要推啊距离最遥远，最近变到最遥远，最认识变到唔认识。一般来讲的话，都常说调可能都一种上哈，堂官人都好诶。但是你可能头先讲讲的马尾无腔上，因为发生无腔要上瘾的事情，你发现那讲感觉到代表嗰种几度无腔样的物种体代表其实都一种。嘿，头都讲3种的上瘾以外哦，还有10种哦，包括呀，哦，哎呦，基本上好难接啊，一般人冇办法去按到的数据、按到的资料，我去研究花2-3-4年的时间，去了解伊的世界，然后发现讲哇，伊个商业按丰富以外啊，根本路伊迄路迄没有头条啊，嘛唔咩乜个描型呢，乜个贵的有诶无的啊，系啊，最重要係我哋一般的老百姓吼，对啊都按不透啊，我强强。尤其是細人的細細，你講爸爸媽媽，有時阿公阿婆，你講按不透哦，冇出去哦，冇唔貴人尿尿哦，嚇，你安尼完事你講，嚇但是上人唔單止唔清楚係咩頭條以外哦，細人的一生人都講，偏偏按不透係20小時一班，而係太下到60歲吼。有30年都在讲，以30年在讲的这种环境底边太，一次变到太人，甚至变到阿公阿婆，哇！伊话来传下来，一推传到到海边面哦，伊个个深度的永远都在讲。观众朋友，唐多点讲，我发现到讲以前凡是讲的，给他妈上瘾了其实都没有头条啦，好，弄我哋零角销，好，穷黑的没有头条，如果发现按都冇听我上瘾，你可能凡是有糖果，凡是睇过啱啱希望有糖果，你发现到讲，嘿咩冇事啦，冇那么贵嘅，嘿咪。其實喐中前可能講唔咩，佢唔咩貴嘅，佢都係喺頭條發生咗生意，可能講咩馬會發生生意無強有冇你講，而且個本身行到冇你講，一行嘅時間，如果發生無強嘅生意，但是其實都係喺冇頭條。唔單止安尼哦，頭東亞嘅示範咧吼，全部係一種冇頭條啊，迄陣間聽像米農嗰片，伊個喺度睇三邊哦，以往我有按不頭，其他冇頭條。偏偏啊，我哋咧平天人，甚至我哋人出問因為講，按不得唔可以隨 BB 嘅，冇 BB 嘅嗬，佢貴嘅苗線嘅會來，結果佢全部仲係冇頭條，其中有一種很多黃嘴角銷嗬，黃在嘅也上癮都，會快糖冇？幾好糖啊！幾好糖啊！不要糖嘅時候，佢哋講好冇？你看媽媽有個阿婆有個唔可以隨便別嘅，結果又唔點解而家隨便別嘅，真係我煩你啦！你看第一種亂嘅，結果台灣有3種嘅頭條，仲係隨便別嘅。像台灣有一種最細很多小劉嚇，小劉第2種，伊個上嘢係。唔該按好糖，係啲，唔可以快糖啊！我哋因為講伊係苗線嘅，又係貴嘅，不要糖嘅時候佢哋講啦。有萬一隻夠精彩哦！因為夠精彩。你糖看到哈？好。叫咩劉少賢嘅鵝腰是？冇錯，你看啦，我哋有萬有第3種哦。這種上癮係日本角銷嘅上癮啊，你聽一下。一個槍。嗰種劉少賢嘅鵝腰上癮。媽媽，聽我哋玩細時間咧，我哋鵝腰上癮。嗰時我哋出生天熱到，唔好開始學習人哋上癮。結果我哋喏，因為伊係。苗線咧，我哋去研究以後，我發現講，哎呦，原來台灣按不透，青島一度無強嘅上，佢全部改到係我哋環境附近有青好嘅冇頭條嘅資源，但是我哋污廢嘅，
使得我哋唔單止聲音嘅對環節都開始強到一定態嘅，因為唔啲係話做爸爸媽媽甚至阿公阿婆一般傳下來。頭到我哋有種先生同我哋示範了按到苗頭條叫上癮，我發現到講，其實嗰度我哋玩些就糖果，但是其實唔啲係乜東西，其實我感覺到講，伊係咪貴嘅，其實唔係，伊都係我哋苗頭條。休息一下，我等下我哋咪有嗰度過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灣嘛5九歲劉玉總，同我示範到無同樣嘅苗頭條嘅叫聲哦。提供這個其實有得教他個人去認識苗頭條嘅口場嘛嚇。所以一般來講嘅話，我應用嘅方法一般小朋友啦，無論他人去認識苗頭條啊。頭都已經示範嚟嘅也叫聲嗬，我甚至睇下平常生活當中哦，有發現到也一般嘅飲料嗬，呢種寫飲料乾嘅嗬，係伊個乾嘅嗬，伊嘛可以發出清貼嘅啲聲音。除了愛請人飲飲料以外，麻煩我唔可以馬上飲起，一吞一吞來。譬如講天熱後嘅時節，唔係有空間嘅時節，可是唔等注意聽一下哦，也係。也係講唔按清楚，我哋都係一些。也係好音效嘅聲音，好音效，像閩南嘅雙溪熱帶木樹林啦。佢有一種苗頭條，都好音效，好音效，一路唱同也聲音非常嘅上腔，也係講嘅，頭都係嘅講嘅，我在喊一聲，大項我喊一聲，向我在多喊一後嘅量，也聲音會講下來又唱埋。哦，係哦。嘅聲音冇強樣，聲音冇強樣，後來係麻嘅聲音，係甚至也麻嘅聲音，又可以取冇強樣嘅苗頭條嘅聲音。也仲係台灣最細嘅種苗頭條，都小料。唔過也講。人家廢棄物，寫的廢棄物，唔係裝扮，不但係唱苗頭條，薯片的硬硬做，一夾，安尼都可以變成一個比賽，又可以變成一個名冠，又可以對喊以外，因為可以喊出兩種嘅苗頭條，甚至還可以喊其他調的來影響其他苗頭條的，也同也互動的關係，是的，我想我來唱一種，一辦叫嘅，讓我出現得體驗咯，讓我出現體驗咯。不過而家聲音聽下嚟，按才嘅辦叫聲音，伊嘛係佢會認真去聽。我在喊苗頭條聽到嘅，伊嘛講，喲，也免愛的平常時。係按部頭差唔多嘅，嘅意思頭嘅其他冇聽聲音，伊嘛會互動，甚至會比過來去親密，想要留意來識，嘿，或者也都係我哋喺生活當中透過一個聲音去認識，唔單止那個你哦，我哋喺陣間講睇認識的，看到的有樹嘅方，有苗頭條，我哋嘛可以了解一撮半按部，前一年按部。一定都在識乜嘅東西，包括頭先我講嘅黃漆、攞厝嘅、白沙嘅、嘿，像人家我也講到講嘅，都係以識攞厝嘅、識
白沙色也得黄彩，一所配出来，因为全世界雕的种无牙齿，无齿之徒啊，无牙齿，嗰所以冇同土的牙齿，伊迄用伊嘅腰的扎死以后，伊要去囤一批，譬如講囤一隻攞出囤一批，養囤一批啦，養囤一批，嗰時候更加也地杯嘅，太本來係攞出嘅，甚至嗰條骨頭，甚至我有頭拿，頭拿，你等於冇辦法消化嗰個骨頭嗰個東西，都出配出來呢。包括也的頭拿毛啊、毛髮之類的，毛髮，嗰時也指甲，也的仲會配出來，我哋都可以利用伊。喺天南方，安尼配在天南方，我哋飲到嘅來了解伊錯把阿部食物嘅，伊主要是為正常嘛、健康嘛，有時一食到量，嘛可以計算上來，我哋可以進一步研究伊生物質量。咁一般來講嘅話，我哋會睇哪發現嘅東西啊？大部分伊會提供一種小葉南洋杉一種樹嘅伊千好幾種樹嘅嗰種我哋會去米嘅骨頭會去切一個樹嘅，喺一定嘅樹嘅20頭都有邊，每天客教人欣賞種唔啲啊，甚至有到實踐，伊蠻唔啲，嗰種我哋都利用嚟環境教育，必定了解原來我哋要附近嗰度嘅完整嘅生態，咪有個頂端生態質，一個苗頭調，喺度聽我哋客家嘅附近我哋陸客附近要控制一片咧一個一個生物資源，黃彩啦、白沙啦，甚至攞出嘅嗰種。嗰種等於講我哋發現到有東西嘅時候，伊都可能睇上面那個條樹嘅上面係咪？冇錯，係讓。我哋分享嘅資源包括專門要睇下的樹嘅行，甚至要睇下樹嘅大廈，有一特別的性質啊，要點嗰種個涼爽嘅環境，要乜點乜睇見呢日頭長啊多呢，一曬到昏昏嘅，有時特明顯嘅個樹嘅葉模樣，嗰種小葉南洋杉啊，竹嘅啦。一個懶人啦，一個樹嘅以前其他個冇樹葉嘅樹嘅啦，個矮嘅樹嘅有唔係，伊嘛一變動啊，伊嘛唔俾其他雕發現啊，一之後教係伊這麼變動，伊其實嘛將其他意思頭嘅雕去攻擊伊，但是喺我哋喺抵得安嘅時節，我哋喺意思頭。好，苗頭雕嘅聲音，去同其他生物互動嘅時間，嗰度雕嘅我認為講，哎呦，一隻啱不頭苗頭雕中變意思頭喺鹹咯，其他雕會輪番上陣，來請把你當假想敵。真的，唔係講我走長長啊，唔係，反正伊就會群聚衝下來攻擊。你怎麼輪番上陣？比亞都唔去搞環境，小灣嘴畫面啊，平常時就看到，前面蠻簡單，結果佢就掉全部反擊呀。我對變成講意思頭，變成伊也要出現的時候，發現唔錯啊，唔錯啊，不要出來，人都做出來，佢可能有乜事情啊，係啊。因為呢，提供其實最近有個地方嘛，國科會地方很多苗頭雕嘅公路綠廊嘛，佢當初那我想要去提出一個地方咯。如果苗頭雕伊係喺大自然地部一個生物嘛，生物容易融入地方上嘅古野嘅整體嘅一種發展。你想到喺陣間講呀，物種可以去結合文化，一個結合。一個產業，而家是三面向以外，不但係可以帶動地方上發展，嘛可以提供地方上嘅新創，地方新創一個議題，對
屏东县，也是任何一个乡镇，特别是高雄市，总会有一个帮助。但是你头都讲到讲有两个方向嘛，吼，第一你讲，苗条条同文化结合，好，苗条同产业结合，苗条条一样同文化做结合啦。就初都讲呀，苗条条对广东人来讲，如阿婆伊学生人来讲冇吹哟，阿不也冇吹哟，门贵呢，这我唔看那个个声音那叫做咩贵哟，一样同文化做结合咯。比如讲，嘅文化部分包括行程，行程，可以结合对这时的可以是去了解沙溪的文化，当主下主又可以体验各种的沙溪的产业，按不同时间又可以结合猫头鹰的观察了解呀，唔单是可以提供个年轻的年轻人，也想讲。沙溪的店铺来经营，甚至以后有便利店，伊嘛可以来结合，有乜个餐点，甚至伊也产业可以提的发展方来，又可以结合意识头同安排头连贯，文化产业同生态的连贯，甚至佢个绿廊生态跟你方来，屏东北边同南边可以串联起来。嗰件哪一些讲法？你等于讲，因为我哋对苗条条的一啲从事同热爱，我开始我讲到，因为苗条条一啲佢抢嘅环境，嗰时我哋一定要保护过我哋环境。一样。但是另外你讲，其实我哋嘛可以把我哋嘅文化观光同苗条条做一个结合。好，因为唔爱看我哋苗条条，好像我哋苗条条顺带。现代认识讲，也要沙溪地方有苗条条的沙溪，有乜个沙溪的特色，顺便都把我哋沙溪的文化、沙溪的产业地带动上来，变成讲，因为用苗条条做中心地步嘅，能讲文化、产业、观光的一个里程行程错嘅。嘿，对的，过后太自然的年轻人都更加味道，我哋嘅沙飞，我哋嘅饲养，我哋嘅环境。佢努力去同他人共存，来把我哋嘅环境做一个规划嘅营造，同时结合到我哋嘅文化、我哋嘅产业，变成一个国泰嘅基板。我冇想到讲，其实我哋18年后看到育种以后，我发现到讲，唔单止係一个最简单嘅喺山上走来走去嘅新产业，其实同时因為係變成一個佢好家鄉、佢好入去台灣、佢好入去世界嘅人。今個感謝我哋育種到嚟現場，同佢講按到咩多條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觀眾朋友，大家。